依家呢度天后啦，點樣去民安隊嗰個港島訓練中心 HKTC 啦？我哋依家喺天后站行咗上去上面，跟住我哋去 B 出口啦。When traveling on escalators, hold the handrail down firm and don't walk. 記住望住 B 出口呢度啦。B 出口，跟住沿住 OK 呢個方向有條樓梯位出返去。即係香港中央圖書館呢個出口啦。跟住轉右手邊歐化家私去維園嘅方向。跟住我哋要過呢個馬路位啦，呢度係維多利亞公園方向。過完維多利亞公園，跟住行返去對面皇仁書院。
跟住我哋過咗皇仁書院方向呢，跟住就轉右手邊啦。跟住沿住中央圖書館方向行。第一個分叉口火龍徑係唔啱嘅，我哋依家沿住中央圖書館行埋過去前面嘅銅鑼灣運動場。呢度就係銅鑼灣運動場啦。跟住係呢個天橋位，中央圖書館嘅天橋位啦。呢度行呢度呢條小路，中央圖書館嘅小路，經過籃球場。前面呢，我哋會經過前面嘅籃球場。原來而家呢度改咗做足球場，以前我記得呢度係籃球場，但係總言之，經過呢度啦，我哋會跟住直行啦。前面呢度藍色呢等就係民安隊港島訓練中心。跟住呢度條巷仔，跟住我哋呢度轉左手邊，跟住直行。
呢度就係民安隊港島訓練中心，即係 HKTC 入口就係喺呢度。知唔知係呢度啦？但係亦都喺度提醒翻各位師弟師妹啦，你哋記得唔好教得咁敏，呢度起碼要由天后站行翻過嚟呢度，大約最少都要15分鐘。同埋你哋要記得一樣嘢呢，每次上堂唔可以遲到超過15分鐘。如果唔係呢，就會嗰1個鐘頭係會冇咗。同埋你記得一樣嘢，8成出席率。如果你哋唔夠8成出席率呢，係唔夠可以考試同埋 passing out 嘅。所以我建議大家預鬆啲時間，唔好教得咁密。同埋我呢個 channel 呢會，同埋我個 IG 呢，主要係會講翻啲大家嚟緊嘅急救同埋 BER 基本搜救科嘅要考試嘅重點同埋要注意嘅事項啦。